当开始做老爸迄2档拢足感性的，你想到足侪代志拢就想要哭的。就是咧讲，就是拢是演技较济啦，所以讲会参做，我感觉是足正常的代志。因为其实足少查某囡仔会唱台语的胖歌，嘿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台语的胖歌袂歹呢，啊，阮阁有鼓吹，因为这个时阵都要甲鼓吹杀出来。其实这条歌的故事是有一个妈妈，伊捌有一个囡仔，啊，迄个囡仔伫细汉真细汉的时阵，伊就过身去。